行为王创，尊敬耶和华律法地，才能变为有福。灵命日鸟，在即朝向各位提供灵命日鸟嘅责物。这个责物是会帮助各位促进人在耶稣基督里属灵生命嘅增长。各位听众平安，欢迎各位继续收聆听灵命日鸟这个责物。这个责物能帮助你嘅属灵生命更成熟，每日生活到百姓嘅意志當，先告訴我百姓。今日嘅題目是美好的將來，美好的將來。今日嘅題目是根據聖經啟示錄12章1至5節，啟示錄12章1至5節。天使又指示我到城內街道等等，直到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從鮮活羔羊的寶座流出來。到河這邊和那邊有生命樹，各執一樣果子，每月都結果子。樹上的葉子乃為地亡命，然後在木有救助，大城裡有鮮活羔羊的寶座，他的僕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見他的名，他的名字必寫到他們的額上，不再有黑暗，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，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，他們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如果我有些動盪之處，我們都生活到混亂灰暗的世界中，從未經歷而這世界完全不當的境況。當亞當和夏娃確證體會最想會進入世界之中的生活，那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所創造的世界，沒有死亡、苦難和痛苦。到美好的伊甸園裡，沒有飢餓、失業和疾病，也沒有任何人會着於上帝的創造帶領，以及他與人們建立關係的規劃。現在我們所寄生的世界，和上帝完美的人，更有一小部分是相似的。正如路易斯曾說，雖然這美好的世界被破壞了，但他用保留些好的完貌，還好世界留下的些好完貌，也讓我們可以翱翔歸見天堂。到那裡，正如亞當和夏娃與上帝同行，相互交談，信徒們也將直接與上帝面對面侍奉他。上帝和我們之間再也沒有任何隔閡，以後再沒有救助，那裡沒有罪惡，沒有恐懼，
也沒有羞恥。現在我們活着的世界，籠罩在主的陰影之下，但基督徒卻有美好的未來。上帝應許我們將生活都如伊甸園一樣完美的地方。親愛的主，請幫助我記得，雖然這世界並不合乎人原本的設計，但擁有很多事情值得享受，並值得為樂為他人去做。謝謝你讓我們有一天能到完美的地方，永遠而樂當主。最後，請你細心聽下面這句屬靈嘅信息。那一天，上帝將使萬事歸正。